今言今語，應許篇，仰望你的應許。經文：我心渴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應許。我一盼望你的應許，眼睛失明，說：你何時安慰我？我好像煙燻的皮袋，卻不忘記你的律例。你僕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幾時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審判呢？不從你律法的驕傲人為我挖了坑，你的命令盡都誠實。他們無理地逼迫我，求你幫助我。他們幾乎把我從世上滅絕，但我沒有離棄你的訓詞。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詩篇119篇81至88節。今日嘅主題係詩人喺極度困苦裏邊向神講嘅話。佢嘅心渴想神嘅救恩，渴望神嘅應許。佢形容自己盼望神嘅應許已經到咗一個失明嘅程度。相信詩人係一直喺度等候神嘅應許，卻係遲遲未見有回覆。所以詩人問神幾時安慰佢。有時我哋所渴望同埋盼望嘅，可能真係會等到好耐，仍未見到有答案，就好似詩人嘅光景一樣。詩人進一步比喻自己等候嘅過程，好似煙燻嘅皮袋。煙燻嘅皮袋係表示呢個皮袋被煙燻過，已經冇辦法再用啦。意思係因為呢啲苦難嘅折磨已經使佢筋疲力竭，已經失去咗所有嘅活力，變成咗冇用嘅人。佢甚至覺得，如果神仲唔向逼迫佢嘅人施行報應同埋審判，佢自己嘅年日將會有限，逃唔過呢啲災害，被惡人滅絕。雖然係咁，詩人並冇離棄神嘅訓詞，佢只係求神彰顯佢嘅慈愛，將佢救活。詩人向神投訴呢啲逼迫佢嘅驕傲人，佢哋唔遵從神嘅律法，佢哋挖咗坑要害佢，無理咁逼迫佢。佢求神按住佢所應許嘅話語嚟幫助佢。呢啲驕傲人嘅逼迫同埋詭計，使到詩人幾乎失去咗生命，但係佢仍然渴望神嘅救恩，仰望同埋緊緊咁抓住神嘅應許。詩人冇仔細描述同埋記載佢嘅處境，但係佢面對困境嘅態度係值得我哋思想嘅。無論我哋身處有幾艱難嘅困境裏邊，係疾病嘅纏繞嗎？係婚姻出現問題嗎？係家人關係不和嗎？係子女出現問題嗎？係工作、經濟或係侍奉出現問題嗎？我哋不但要向神呼求，求神拯救，求神幫助，我哋更要繼續堅定信心，耐心等候，渴望神嘅救恩，同埋仰望神嘅應許。喺等候期間，仍然唔離棄神嘅訓詞，遵守神嘅真理，好叫我哋至終可以經歷佢嗰份永不改變嘅大慈愛，佢嗰種信實可靠嘅應許成就喺我哋嘅身上。有一位傳道人喺胸前生咗癌症腫瘤，8年裏邊腫瘤不斷增生，佢仰望神醫治嘅應許。曾經經歷過低谷，身心靈疲乏軟弱無力嘅時候，但係佢仍然堅信神嘅醫治。有一次，佢聽咗一位講員分享記載喺彼得前書2章24節嘅信息。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佢領悟耶穌喺十字架上已經成就咗醫治嘅工作，佢需要嘅係領受十字架嘅恩典同埋救贖。之後佢每一日用心查考聖經，有一日神又藉住聖經雅各書1章6至7節啟示佢咁話：只要憑着信心求，
一點不疑惑，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。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。於是佢繼續仰望神醫治嘅應許，最後腫瘤消失，身體完全痊癒。默想與反思，詩人喺苦境裏邊仰望神嘅應許到乜嘢程度啊？詩人鼓勵我哋仰望神嘅應許係需要持乜嘢態度呢？詩人對神仰望嘅心對我哋有乜嘢啟發啊？仰望神嘅應許有幾重要呢？我哋一齊禱告啊！神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喺困苦裏邊仍然仰望你嘅應許。我哋明白喺等候嘅過程係唔容易，要面對好多挑戰、懷疑同埋困惑，甚至會選擇不信同埋放棄、離棄真道。詩人對神嘅仰望俾我哋好好嘅提醒，求你加添我哋喺患難裏邊仰望你應許嘅力量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